超大漢堡殺精，你敢唔敢食啊？大胃王小林尊食熱狗咁勁，如果佢下次嚟英國倫敦，可以轉下口味，試下呢個野獸漢堡包喎。3公斤漢堡牛，9塊香濃車打芝士，重6.8公斤，足料到痹啊！熱量18000卡路里，等於成年人7日半所需嘅熱量，仲附送大大兜薯條，成為485蚊港紙。雖然 heavy 到咁，但研製漢堡包嘅餐廳老闆話已經廣發英雄帖，睇下有冇大胃王可以喺1個鐘內 KO 佢。不過營養學家就話，一下子攝取過多卡路里，隨時心臟病發㗎。美國一項研究發現，男士食太多高飽和脂肪嘅食物，精子會少4成，試之前要諗真啲啊！反而食多啲含 omega-3 脂肪酸嘅食物，例如三文魚咁啦，就可以改善精子質素啦。